就是高雄市的部分啊，这一个小客车伫凤山区弄到一台骑脚踏车的技术啊，结果这驾驶弄到脚踏车竟然无停啊，继续踏车开走，受伤的技术倒伫涂骹袂顶袂动，附近的民众赶紧来报警，好佳在送医了啊，无啥物严重。警方来去约这个人，发现啊，伊根本就是啉酒醉去开车，莫怪会去弄到人。天未光，骑脚踏车这个人和后壁的白车弄到，抑过较憾的是，吊水驾驶无插受伤的人，车驶的醉走。终于可以发音都可以吗？有乡亲听到烧龙声，赶紧挖过来看，这骑脚踏车人有受伤，赶紧报警，叫人员做简单的处理了，甲送去病院。蹦起来我就煞看，嘿，啊弄到啊，啊，啥物甲弄啊？足紧的就开过啊，人无了啊，就直接走啊。直接走。迄肇事逃逸，我打电话去报警啊！伊肇事逃逸，肇事逃逸啊！伊做伫遮咧，人伫遮就无叮当啊！啊，伊无甲停下来看，才就走啊！涂骹也有花，脚踏车互弄甲咪咪冒冒，刚弄着伤，搁涉嫌肇事逃走。这个代志发生伫透早5点外，高雄凤山区海洋一路。被弄到起诉，加在无啥要紧，警方调监视器要抓人。原来肇事驾驶有啉酒。查缉肇事者朱男到案说明，定依规定对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每公升0.44毫克。驾驶到案了后讲，这两一暝伫高雄市区酒吧甲朋友啉酒，结束后有转去厝休困，有过5-6点钟后，伊当作讲酒已经醒，透早驶小妹车去上班，想不到酒也未醒，刚弄着伤，伊本身无发现，尾手被依照公共危险肇事逃走等等的罪嫌移送侦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